成日重重複複咁播煩膠片，搞到人哋討厭。你真係以為咁都算係贏？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好多人迷信一樣嘢，就係洗腦等於不停咁重複。於是你見到有啲品牌用超高嘅播放密度、超簡單嘅旋律，甚至係白痴式嘅口號，日日夜夜咁轟炸你個腦。例如某啲洗腦歌啦、煩膠片啦，短期你可能會記得佢嘅，但同時你亦都開始討厭佢。心理學上，單純重複只係會提高熟悉感，但熟悉感並唔等於好感。當內容冇邏輯、冇價值、冇尊重觀眾嘅認知，大腦嘅批判性思維就會開始反彈，產生抗拒。真正高效嘅催眠同潛意識影響，從來都唔係靠煩嘅，而係透過結構、節奏、權威感同邏輯嚟鋪排。繞過性批判性思維，即係顯意識，建立選擇性思維。品牌營銷亦都一樣嘅，唔係要人記得你個名，而係要人喺需要嘅時候自然而然咁去揀你。如果你嘅影片只係重複一句口號，冇策略、冇定位，你只係成功建立咗一個討人厭嘅記憶。所以問題唔係播得夠唔夠多，而係你有冇一套可以科學地影響潛意識嘅影片邏輯。呢個正正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呢一個新嘅營銷系統所要處理嘅核心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